兩枚奧運金牌加世界拳王金腰帶嘅周市明啊，辛苦搏晒命賺到2億嘅血汗錢呢，成副身家就俾晒高學歷嘅老婆打理喎。點知短短7年呢，兩公婆攞住2億去創業投資，直接將成副身家蝕到青豆，名下房產全部變賣晒，仲孭住成身債添。想當年呢，佢哋抌幾千萬開個高端嘅拳館，一盞燈啊就話要300萬，嗰個拳館嘅收費咧又高到離譜。淨係呢個項目就蝕咗成億啦，之後又盲目跨界擴張啦，咩高端火鍋、網紅奶茶、電競直播、潮牌服飾，樣樣都掂，隔行如隔山噶嘛，導致全部血本無歸。最後啊，仲借錢用槓桿啊嚟炒幣，疊加疫情嘅衝擊，10個煲9個蓋，資金鏈咪斷埋咯，直接咧從風光無限就跌落神壇。而到底佢哋啊點解會輸到咁徹底啊？陳律師咧就總結咗佢哋背後3個守唔住財富嘅致命錯誤啦。第一就係咧做生意啊，同自己副身家係完全冇隔離嘅，呢個就係最致命嘅。咁周市明夫婦所有項目咧都係用自己個人嘅名義成立公司啦，借錢咧就個人簽單就連帶擔保喎。咩意思啊？即係咧你一欠債啊，你個人就走唔甩噶啦。債務咧就變成夫妻共有債務，要攞成副身家去填㗎。大家記住啊，喺中國咧係冇破產法嘅，一朝經營不善啊，咁你啊翻身啊真係無望嘅。第二咧就係做生意啊，一啲風險意識都冇，唔識及時止損。打拳啊你就叻啫，但係做生意唔係個個都掂㗎嘛，何況啊四處跨界創業，將啲血汗錢全部抌晒去自己陌生嘅領域，交晒學費，咁樣啊同賭錢有咩區別呢？第三就係完全冇資產配置嘅規劃，賺翻嚟啲錢咧全部攞去創業，完全唔同自己留後路嘅，真係輸一鋪就翻解放前噶啦。點解佢哋唔攞個3-2千萬現金做個家族信託呢？只要你係響冇債務嗰陣時去設立，就係合法噶啦嘛。以後輸晒啊，咁呢個信託啊就變成係你嘅家用咯。使乜而家兩公婆啊靠熬夜直播帶貨嚟還錢？所以話咧，努力方向唔啱嘅話，不如躺平嘅。咁你打拳賺到錢呢，但係發財同埋財富嘅規劃啊，係要靠智慧噶嘛。大家覺得我講得啱唔啱聽啊？我係陳律師，我哋嘅富三代財富體檢呢，係專門對家庭嘅資產規劃同風險做一個全面嘅排查嘅，等你一次體檢，3代安心。